南市刑警大隊長時間看縣市搜證，成功掌握一對賣毒的男女朋友。日前專案小組報請台南地檢署指揮偵辦，在嘉義西區將這兩名嫌犯逮捕到案，並查緝海洛因、安非他命等1億支毒品，加現金31萬等證物，預估毒品市價超過280萬。沈姓女子夥同鄭姓男友在雲嘉南及彰化地區販賣毒品牟利，且為規避警方查緝，經常更換交通工具，並隨機入住各地旅館藏匿行蹤。專案小組不畏辛勞，多次跨縣市跟監搜證，並調閱監視器分析比對，掌握兩嫌動態。見時機成熟，於2月初在嘉義市展開查緝行動，將沈鄭2嫌緝捕到案。其中姓沈的女性嫌犯，才交保幾天就去賣毒，甚至1禮拜被查扣3擺，只怨嘆家己是犯太歲。警方表示，未來將持續追查，防止毒品流入市面。台南新聞軍旗採訪報道。